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家名录学院，我是主持人刘一慈先生。哇，今日嘅主题非常嘅得意下，係有關動物、寵物。像先人我自家本身啊，咪係五臟美味嘅農菜哦。佢哋喺學動物嘅過程當中，有可能會讀到乜嘅酸甜苦辣嘅心情，又係有乜嘅歡喜嘅過程。做哋老大家嚟做分享嘅，喺今日嘅過程當中，會分做3集段落，透過短劇、神奇嘅方式嚟老大家做分享哦。今日我老大家小幾多嘅機型係同老，一個機型在日常生活當中非常嘅實用，尤其係我表達老朋友啲嘅講一件事情，我同乜嘢，我老乜嘢啲嘅做乜嘅，表示一個發通嘅時間就會來用得到。像係啲打電視啦、分工合作、向下出門、聯絡溝通嘅時間，用係學校，也係上班有報告，就會用到一個老同唔同乜嘢，我老乜嘢，嗰啲客家話當中，所以要用擺型來運用咯，嚟實際看一下。客家話同老同老。那華語的意思呢，是和跟客家話同老。華語的意思是和跟愛同講，愛同講，未做得講，愛老唔講，愛老唔講。那華語的意思呢，是說我跟你說，我跟你說，同老。華語的意思是和跟客家話唔做得同先生講，唔做得同先生講，唔係做得講，唔做得老先生講。做得老先生講，華語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和醫生說，你可以和醫生說，同老，同老。華語呢是和跟，愛同結為講，愛同結為講，唔係做得講。愛老結為講，愛老結為講。那華語的意思呢，是說我跟狗玩，我跟狗玩。大家有學會和跟同老一個機器嗎？喺每平常時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非常多嘅機會會用得到，就像愛同你講。我老二個一條情形都會運用得到，其實呢，在一個動物、寵物的情境當中，要用擺起實際來運用安尼個機器咯。